台86线台南仁德的路段发生一件贵松松的车祸，是两台顶级的跑车对撞，是迈拉伦弄法拉利。这个迈拉伦一台2600万起跳，那法拉利至少就要2300万。专业的人士讲，这一个弄都袂输是两栋厝来对撞同款，修理车费用两台加起来上无爱500万。黑色的跑车停伫咧拖吊车顶，已经有够野目，想袂到阁向前几公尺。另外一只红色的跑车伫咧车道顶等咧拖吊，短短2秒钟的影片，这个内容是鬼闪闪，有够惊人。刚若听到引擎的声，就互人真痛，阁有赛道跑车急速的操控性。迈拉伦765 LT 上库拉奇7速自手排，挂雷亚增压，马力765匹，0到200加速敢若需要7.2秒，新车的价销2600万起跳。另外，阁有用红色做代表色水的法拉利。This is a Ferrari. And what really matters. 头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，保留 F1 的特性，马力780匹，同款是挂雷亚增压，上库拉奇8速自手排。0到200加速小紧，敢若6.7秒。新车价等于是买一间新厝，就要2300万起跳。这两台车油门小可吹一个，就会超速的高级跑车。这个伫咧连假的上尾港，伫咧台86线发生意外。迈拉伦汽车追撞前方红色法拉利汽车，双方驾驶人9侧值均为0，且无人受伤。还是会派原厂的技师来检视这台车受损的零件，还需要什么材料，然后才去把国外进口材料回来台湾检修，大概9个月才会完成。两台价值拢超过1000万的跑车，敢若是小可对撞，这个修理费就已经唔是一般民众通好负担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